看见一人出事就痴迷。伊个学生问伊讲：叶比，即人出事就痴迷，是自罪犯罪，是伊本身，还是伊个爸母啊？耶稣应讲：即人无犯罪，伊个爸母也无，就要用伊来显明上帝的所做。第6节，这话讲了，就配烂伫涂骹，用烂搅涂，用涂糊痴迷人的目睭，甲伊讲：你去洗伫西罗亚的池，伊就去洗，倒转来已经袂看见。第2段圣经，约翰福音第16章33节。13节，我已经将这个甲恁讲，互恁点伫我有平安，伫世间恁有苦难，独独恁通放心，我已经较赢世间。